婚林六帮马过路。今年是国历的5月初10，透早6点，离岛南乌霞游红坛正式来起驾，欢迎全国的乡亲到时阵陪六帮马过路，祈求平安。六帮马是婚林关岛六岛南好马土库大比轮流放赛新兵。六帮马的过路，搁较是国家指定的重要民俗。农历4月13，伫咱岛南口沿着岛南啦，经过新轮会进入咱土库过港。林先生讲，伊4岁时就这受到六帮马的帮助，今年抱着路子会当替六帮马服务是真荣幸。结果我伫68年前，咱六帮天上圣庙伊就甲我祝福。非常感恩。六帮马伫咧日本时代险啊，互日本政府带走，经过当时的民众一路拍拼，才来保钓。过路的仪式嘛，伫咧民国35年的时阵开好。阮的老保证，伫咧半暝去到立定岛这边来了着好马溪请六帮马倒来到阮土库阮过港。今年六帮马的过路伫新历5月初10，早起6点为岛南出发，欢迎全国的信众做伙来参与。你好，我是宋彦明。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紧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